由關慧同大家睇天氣。今日係中秋節，由雷達圖上睇到，下晝本港地區有驟雨發展，元朗區錄得大約10毫米嘅雨量。而下晝天氣炎熱，部分地區氣温上升到32度或以上，上水更加達到34.6度。未來幾日，本港風勢較輕微，天氣酷熱，最高氣温上升到34度或以上。而截至下晝5點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温係介乎27.6至31.4度。6點鐘嘅氣温係29度，相對濕度77%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有一兩陣驟雨。聽日最低氣温大約27度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，最高氣温大約33度。局部地區有煙霞，吹微風。展望隨後幾日天晴酷熱同乾燥。而預測聽日朝早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介乎中至到高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天氣預測。廣州多雲，澳門明朗，深圳明朗，廈門天晴，台北落雨。上海落雨，杭州多雲，南京多雲。武漢天晴。天津多雲，北京多雲。瀋陽天晴，首爾多雲。大阪多雲，東京多雲。曼谷雷暴。吉隆坡明朗，新加坡雷暴。雅加達落雨。胡志明市落雨，馬尼拉雷暴。墨爾本驟雨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天晴。奧克蘭落雨。溫哥華天晴，三藩市明朗，洛杉磯驟雨。紐約驟雨，多倫多驟雨。羅馬明朗，蘇黎世落雨，巴黎驟雨，法蘭克福驟雨，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驟雨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拜拜。